家星探世界。Hello 阿 K 啊，今日我哋嚟到咗烈士陵園啦，因為我哋今日咧揾到咗一間韶關菜嘅小店。喂，記住喎，呢一間嘢咧喺呢一邊好接地氣之餘咧，而韶關菜咧以辣出名，我得唔得啊嗱？試下先啦。今日天氣凍啊，有冇你咁辣先？梗係得啦，我火辣到咩咁啊！今日天氣凍，食翻啲辣嘢補下身，好冇？走。1989年老字號，年紀細過佢，年紀大過我。呢一個梅關古道同埋呢一個梅嶺，就係廣東同其他地方嘅北邊嘅分界線。一過咗去嗰邊，一到江西，嗰啲溫度嘣一聲就會下降，好犀利呢一度。我哋今日點咗6個餸啦，酸筍鴨、酸香川魚啦，同埋南澳爛豆腐嘅，仲有呢一個餃叻，餃叻，仲有呢一個牛三寶。菜胡醬。呢幾款咧就係屬於佢南紅菜比較特色㗎啦。阿 K 整個酸筍炒鴨，我食咗鴨皮，啲酸筍味真係唔足。香草味道真的很重。哇！佢啲辣係散開嚟。佢嘅辣唔係辣你嘅舌頭，呢個辣椒咧，佢刺激嘅係你舌頭嘅中段，所以食到之後會有支脷根啊。哇！呢個牛三寶，呢個好香口喎，唔係好辣，但好香口，跟住有點嗆，因為辣椒鮮辣椒有點多。呢個芹菜再加辣椒，再加嗰啲牛三寶，我又覺得幾過癮喎！呢個芹菜好有用。有呢間鋪啲魚好實在，因為佢真係切得好鬼大嚿。啊！呢啲汁嚟撈飯會唔會有啲過分？呢個係最唔辣㗎咯喎，我覺得。首先第一點，冇土腥味，土腥或者係啲淡水魚嘅嗰啲異味沒有。佢封邊啊，佢出邊嗰啲咧，佢煎得係比較靚嘅。一人食一個。我食嘅呢個係叫做餃叻翅豆腐，一人豆腐啦。嚟啊！菜乾的味道很重，然後那個皮特別的有嚼勁，主要就是菜乾的味道跟那個皮的那個糯的口感特別的香。然之後調味係夠噶啦，因為佢嗰個菜乾係鹹鹹地嘅，所以你唔使點任何嘢，直接食就得噶啦。我呢個釀豆腐仲飽肚，佢裏邊嗰啲咁嘅香，嗰啲糯米茄哩嗰啲，即係蝦米仔又好啦，啲咩好啦，炒爆炒過嘅嗰種口感咧，似糯米飯。好，呢個係芋頭煮成嘅，有湯有羹，你可以當佢係煮食嘅一樣嘢啦。佢嘅味道同我想象中有啲唔同，佢一入口咧係很結實嘅鹹，因為我哋通常食芋頭咧都係甜甜地嘅，芋頭味好淡好淡，鹹味比較重，比較重啲，青菜味同埋鹹味會比較重啲。但係咧佢啲芋頭咧打得好綿密，然之後仲保留咗少少嘅芋頭嘅顆粒喺入邊，你係可以咬到嘅。嗱，美食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歷史嘅嗱，包括以前咧喺韶關呢個地方咧，係屬於抗戰嘅我哋廣東一個主戰場嚟嘅，包括呢啲芋頭啦，包括一啲特色嘅辣椒啦，可能當年佢哋食完之後就可以有好多力出發去抗戰啊，所以都諗起真係咁接地嘅東西，即係我哋嗰種傳承係有喺呢一度。不過你咁講，我諗起啊，我哋小學嗰陣時咧，其實就每一年學校都會組織我哋去唔同嘅烈士陵園啦、冇錯祭典啦、掃墓啦，然之後聽當年嘅故事咁樣，好多呢啲咁嘅活動嘅。一個熱知識，廣東喺全國嚟講咧，擁有烈士陵園咧係數一數二多嘅一個省份嚟嘅，所以致敬佢哋之外咧，你可以過嚟烈士陵園呢一邊咧行一行，然之後再過嚟呢間餐廳試一試南紅嘅味道。